喺中山想做全屋訂製嘅朋友，呢度有間開咗10幾年嘅工廠直營店，大家知唔知道？做全屋訂製嘅朋友，建議大家去展廳睇下，或者去工廠了解，因為嚟到賣場可以睇到板材、工藝同埋設計理念。喺中山，我哋有自己嘅源頭工廠訂製，生產流程全透明化，你可以了解到你屋企每一個訂製生產嘅過程，直接把控原材料嘅選材，確保材質堅實、安全、環保，冇中間商賺差價。有專業嘅設計師團隊為你保駕護航，專業嘅安裝團隊幫你完美落地，仲有免費上門度尺設計、免費上門安裝，沒有隱形消費。圓弧、骨格線、斜切、圓弧、門牆櫃一體等等工藝可以幫你實現。有多個小區落地方案參考，隨時到店或者到工廠體驗。我們還有上萬平方嘅家具展廳，各大品牌例如芝華士、海馬、聯邦、A 加家居、怡心居等，各種款式風格提供選擇，主打一站式服務，讓你輕輕鬆鬆拎包入住。喺中山嘅業主朋友們，歡迎大家嚟麗人家居體驗館，讓你慳時慳力咁慳心。